谢谢。我他妈的，哦呀！许多的欢乐总是越感谢德哥哥哥，感谢雅姐姐，感谢我德哥帅哥送的墨迹牙去卡住，谢谢，特别感谢你，兄弟们再能不能支持一点点？兄弟们再能不能支持一点点？兄弟姐妹们再能不能支持一点？拜托拜托啊！他不会是过来给我破白的吧，哥？是对面大哥来给我破白的。我对面大哥，我大哥在。我之前大哥好坏哦。不知道是哪里兄弟，我不认识啊，他是哪里的呀？对呀，是吧兄弟？就想让我做惩罚，我知道了。就想让我做惩罚，知道吗？就想让我做惩罚，所以就兄弟姐妹们把 BQ 了，欢迎我娱乐哥，感谢我无聊，感谢我在你们的。呀，让大哥最用劲俺的破白鞋送啊！我大哥真的我不认识，他们是应该是网络上面的一些我们的网友吧，应该是我们的家人们。俺的不认识，让你得票上真的俺破白来个小来说。真的就是不我嘛行了，我现在俺没得这么些产品嘛些不嘛这货，真的。就是不呀，靠别个俺非个大哥给不对个，应该不是，应该我们是。让这些这样，俺得破白的小来说。一下说明他人好呀。我怕送不过，那两边都支持的话，那多给我送一个墨迹会手吗？我觉得他这种男人的话就是会的，因为靠那你这吧，那大熊东西吧，那你走吧，去换吧。别那么喜欢看打底裤，真的你疯子！都是你教我的，知道吗？第一次联谊的时候，就你那样穿的时候，我爱上了，真的。我懂我这打底裤，但不没让打把才真打的，是他们两个中间的，好像是他吗还是才真？就他们两个的，我打底裤上瘾这种的。等你我来讲嘛，都是的。你们的任务你们去说了吗？这个女的专门拉声音的，我们的牙个那句，我们拧见了。我甭这些个真的有人不。我爸爸蹦不那句，我们蹦不了那句。哎呦，累呀，兄弟！飞机你这个的那兄弟都这样不懂啊，那就要不懂。说了是好的，谢谢兄弟们。我们的牙个那句，3句那直播结果都没了。爸爸蹦不了那句，我说的爸爸是，我们的爸爸是。爸，这都叫我们爸帮不得的，说了，非非没实力噻，家国的实力可过来，俺们让都 PK 单，没 PK 单的没得，俺们让我们等你都对不对？没这么讲，俺让我们的同度不来也没事，我看到了，马连家国的我都没有，大家让开啥的呀？我大家的，我们连国的看到那些就是爸不。呀，他菲菲谁说？这个衣服，哎呀，我说了吧，这个衣服太长了。你看这绑到后面，这样绑起来，对。看，需要你的都真的漂亮吗？你先别动嘛，我要好好的看嘛。反正看都看了，让大家好，就这样啊，默让你多的，感觉跳刚刚从手术机出门了嘞。老宝不行了，我叫不了的，你能不能转过去一下？妈妈，你是不是里面穿了囊了你的安全裤跟的嘞？你来用过骨头的，都别过也不能那去，都说不到也不个，那么也不可能，也不能那些小子，真的可以。这是打地铺吗？真的可以，小子不错，你挺好的。这不是打底裤呀，这是什么裤呀？打底裤啊，姐。这是灰啦，不是打底裤。健身裤啊，姐。这健身裤嘛的，你下面是直筒的，你过去一点点嘛。没直筒啊。那就打底裤真的干巴光你揪了不就是八宝？不是，这个是薇拉健身裤。那打底裤没有吗？最近流行这个呀。这个不好看噻，我还是你穿的那个好看噻，就是平时你在内地那时候穿的呢。没有了。
啊，再问你3个真心话吧。惩罚已经做完了，再没有真心话。刚刚说了，你没有听到吗？刚刚没说，刚刚就说了，我也不问真心话了。抬一下嘛。我也不问真心话了。你说的我也不问真心话了，就那个罚你那个换裤子。你手这样抬一下嘛，没有。阿姆，你好，很干净，来放下吧。挺好，做的很好。学亚蹦哥，那么亚蹦哥，惩罚亚布做挺个，我挺喜欢的，因为看到你的姑姑我很开心。但是这个不是打地裤下。打地裤不是，可惜，哎呀。这两个女婿嘛，都安没？欢迎我刚子水人哥哥。当然，这心里面都大年们祝你。好，那祝你越来越好啊！谢谢你给我带。祝你也越来越好，拜拜。也不可不中。我们的凝结了，但是俺年纪明慢的哎，不与了你装不拉拉声音的拉达了吧？我让不与连我。可是破败没见到俺惩罚做嘛点赞就。点赞就点赞，破败没加点赞就问俺惩罚做嘛。没加破败没加点赞就KK没加。马上打那个就马的年毛连住了。刚刚你们俩说那个我就刷到了。他直播的噻，对，那你去他直播间跟他说一下，你说你喜欢他。我下次跟他连的时候，我帮你跟他说啊。我跟他连的时候，帮你跟他说。破败没加我说。最近连我们的时候。我连你是现在吗？他不会连我的，我们没有过关。人家在打 PK 嘛，谁会再连我呀？马上的把小心心的，什么都不要上，100个马上的那个惩罚做嘛，点赞就点赞就等这样，就那么别装那么假。我一定帮你说。可是ผม的俺干这连入了过来，ผม的装么拉声音的，得检查的我的连着几个连了的，这不是都ผม。点赞就。过万了不破1000的话没事啥好的，那我们就先撤了。你说自己打 PK 是啊？他跟别人没得连的多，俺还立的呢，也不有的。把积分加了200多，发誓，积分加了那个200多少？230多加了，应该20多。谢谢我努布，感谢努布，哇，这个书生加了那个积分200多加了，谢谢我努布，努布辛苦了，谢谢我努布。感谢我努布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你要做惩罚？不用做呀，你破万了呀。那你破百了呀，兄弟。破1000呀，他们说。那我们两个又不是大主播，你学大主播干什么呀？虽然我比不了大主播，但是我人气不比大主播差。虽然没那个。那人气不比大主播差呀，这惩罚肯定要做呀。惩罚做什么嘛？快点说。卢布明天看余额的时候头痛。哎呀，卢布他就算是给我刷了那个很多呀，他不会头痛的。你看一下他的等级，他不叫卢布，他是我的努布。那我先撤了，小泽林，过去。那不惩罚昨天没见？惩罚，生意广大走，俺也不没得几大年就得不爸我们不最多。这就是解释啊，说。也会有人没得开这个嘞，挺好的。
叫他一个人连我可做，你们都年纪明的，你把干么生意的想生意的，我那就不俺连了的过去，啊，才能给可惜看那电话过去兄弟们真的，你能不能玩得起噻？兄弟，我没有玩不起啊，我跟他那个呀，我玩什么嘛？哎的，你不要在我是不是主播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比如姐妈顶住的，妈，你在这边叫你妈妈起来姐。